這個是風鈴啊！我見你嘅老婆弄驚過嚟剔拖，一來接話樓梯鎖定啊，佢做塔，自做塔嘅寫嘅，佢咧嗌到喎，寫來，我係真係寫咗個的喎，而家寫落就係落嘅，哦，我拉落嘅頂台，喺我哋叫弄驚喺度想歪起啊，我硬爆能結嘅頂台啊！這個塔呢，因為塔成嘅寫嘅，所以呢能叫做寫塔，又稱門塔。為背就是紅松貴紅林定古高呢鎖定喎。為清朝嘉慶25年，即係1920年紅松李貴興起用強強嘅，至今有勁攞百年嘅歷史。1988年被列為紅松貴古蹟保護位。這個塔呢，具有七英、每格興是車進機升嘅空心塔，床塔貴32.3米。我門塔咱呢是有白石甲高好擺起嘅，但是後咱呢可能幫會燒掉，已經保後。這個塔寬斜度呢達到了10度，比意大利嘅石屎斜塔3.99嘅寬斜度呢還寫嘅好準。風鈴斜塔雖然好寫，但卻經歷了8年來嘅地震、山洪加浪吹好大，容易力不落。因為我印象也唔清楚，嘅鏡籠話呢個城市色彩吧。有人那意思直到往對塔落鏡嘅時候呢，就會裝係強意思啊。但是到這個1982年，當國開2派人嚟考察這個塔嘅時候呢，黃人塔門黃人啊，嚟嘅約實地黃威亮土著地名落呢一行，塔門並有着落呢，然後就塔成觀聲紅路。然後到2000年，紅松會歷史太記者在這個呢個時候呢，黃人嘅觀聲我就10度。到了20年，佢將有觀聲啦紅路。雖然這個塔嘅寫呢是自然華麗一樣嘅名稱啊。風鈴斜塔自從2001年測量後呢，到現在還不定性測量過。現在小股呢目的就在喺北京寫了呢。希望大家同時，如果可行如來如下，並及時作出相應嘅保護措施，禁止曝光能往石作以防萬一。